聽講咧，你哋畢業班喺度做緊一個同中藥成分分析有關嘅課題。嚇，你認得出我㗎？我當時仲戴住個頭盔㗎喎。演呢個男主角咧，喺裏面係真係所謂享一個齊人之福啦，就會同呢個女主角有一段情嘅戲份啦，亦都有一位女配角係會追呢一個男主角嘅，咁就即係算係周旋喺兩位女角中間。Michael， 停一停，前面好似有人受傷啊！我自己比較難忘係男主角唔見咗，之後我仲要橫風橫雨嗰個畫面，之後再喺個山入邊好大聲咁樣嗌男主角喺邊度咁樣，之後男主角就突然之間出嚟咁樣嗰一幕，同埋呢一場戲都係之前冇點樣試過，性格人物同埋一個環境塑造都有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平時我哋做主持幕前咧見到畫面嘅好多嘢，你都係有聲有畫。但係而家你做一個聲演嘅角色嘅話咧，你係自己個腦裏面、自己嘅眼前面有好多嘅角色，但其實你望住啲文字，好多嘢學、好多嘢玩，同埋好多嘅前輩都可以教到我唔同嘅嘢，我非常之開心。我飾演一個 Michael 嘅一個反派啦，咁樣好玩，因為我好享受做奸角嘅嗰個過程，因為平時我係好乖咁樣啊嘛，咁乖人都要有脾氣㗎，咁喺呢啲角色裏面可以發脾氣幾好，鬧下人啊咁樣。